台湾手表天团为民国106年以来推行以美代金的活动，5年来总共有捐赠这个55000几包的白米、平安米，即摆是第18摆捐出信众会馆的爱心米4000包，渺小团体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台湾手表天团伫咧庙埕举办第18摆平安米代捐的仪式，含关怀弱势团体物资捐送活动。由董事长齐国伦将爱心米4000包捐予8个单位，希望将这份爱心含物资送予弱势团体，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所捐献的米拢总55172包。 中西区区长王庆良讲，台南市是众神之都，用平安米来代替传统烧金纸方式，减少空气污染。拜了会当把这米会当互咱这些弱势团体会当互咱弱势团体让受惠。爱心米捐送了后，再去由8个单位领东去捐予需要的人，把爱心送到台南各区里各有社福团体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